細聽我講，離開開街看過發生緊嘅事，全靠首歌看過圖發現真被發現你嘅頭髮熱度會喺10日內感受到奇蹟，喺短短10日內令你嘅毛孔打開同你嘅頭髮變得有光澤嘅奇蹟，呢個正正就係貼士暗蔽頻道上面發生嘅事，細心聽仔細聽，你嘅煩惱定日就會 get 住。第一次間中嘅我頭髮稀疏，當冇細血管死亡嗰陣，血液流動就會受阻。我曾經係一個自信嘅年輕人，如家孤獨感越嚟越深，適應痛即是食唔好嘅選擇，我嘅身體失去咗營養，我嘅健康亦都下降咗，頭髮變得稀疏，頭皮實際嘴，頭皮嘅細血管變差緊，而家我知道脫髮嘅人頭與冇細血管多壞人脫髮，但有血和接細閉綁過我會再試搵到自己當日。打開咗細嘅血管，同埋提供營養，成就無路播下希望嘅種子。我只係執一就感受到變化，頭皮嘅血液循環，我嘅頭髮亦都會返嚟。太激我，另一個我變化形態，好過運動同營養，保持頭皮健康，幫我細血管變得更強壯。我印象好耐嘅日子將會到來，而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冇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有希望小輝閉密幫我會再次搵到自己當年。忘記疲憊嘅過去，唱出希望，我會用誠實嘅努力彌救嗰個漏，當你頭髮長咗，頭皮少咗，望見再次搵回失去嘅頭。我可以再笑，我可以抬頭，我失去嘅頭髮可以再笑發光，我哋會一齊一嘅新技，我用對飛唔使當成吉瓜。故細聽我講，離開開街看過發生緊嘅事，全靠首歌看過圖發現真被發現你嘅頭髮熱度會喺10日內感受到奇蹟，喺短短10日內令你嘅毛孔打開同你嘅頭髮變得有光澤嘅奇蹟，呢個正正就係貼士暗蔽頻道上面發生嘅事，細心聽仔細聽，你嘅煩惱定日就會 get 住。第一次間中嘅我頭髮稀疏，當冇細血管死亡嗰陣，血液流動就會受阻。我曾經係一個自信嘅年輕人，如家孤獨感越嚟越深，適應痛即是食唔好嘅選擇，我嘅身體失去咗營養，我嘅健康亦都下降咗，頭髮變得稀疏，頭皮實際嘴，頭皮嘅細血管變差緊，而家我知道脫髮嘅人頭與冇細血管多壞人脫髮，但有血和接細閉綁過我會再試搵到自己當日。
日就感受到變化，頭皮嘅血液循環，我嘅頭髮亦都會翻嚟。睇我現一個我變化形態，好過運動同營養，保持頭皮健康，幫我細血管變得更強壯。我印象好耐嘅日子將會到來，而家我知道脫髮嘅原因，由於內細血管破壞而脫髮，但又希望小費幣物幫我會再次揾到自己當年。忘記疲憊嘅過去，唱住希望，我會用誠實嘅努力嚟救嗰個頭，逗起頭髮長咗，頭皮少咗，望見再次揾回失去嘅頭。我可以再笑，我可以抬頭，我失去嘅頭髮可以再次發光。我哋會一齊一嘅新技，我用對比唔使當成吉瓜。